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的鹿港溪，过去是真畏缩。县政府开1亿来整建，佮打造一个豪华公园，其中有一座弯弯的拱桥、稳固桥，真有古味，将做打卡的热点。最近有民间社团来寄付，就伫个桥边来起一间公共便所。虽然是好意，但是破坏这个桥原本的景致，而且翕相的时阵，不管安怎闪，就是闪袂掉。在地人真哀怨，旅客嘛话可笑。县政府来承诺，会甲社团、甲建筑师来讨论，看这个后续要安怎来改善。这条木桥跨过河川两岸，暗时加上附近的灯光，看起来真水，阁真浪漫。这是中华鹿港溪的水环公园。这座弯月桥完成了后，吸袂少游客来翕相。不过原本充满古典美的景色，即马变作安尼。全新的公共便所就伫桥边啊，若是想要翕相，不管安怎翕，拢是翕到这间青黄白色的公共便所，引起袂少人怨叹。古色古香，古典一点。做这个颜色会有点太多了。是颜色太鲜艳吗？障碍伊查到一定加减的拢会啦。原来公共便所是民间社团捐260万来起的，原本是一件好代志，所以引起袂少人怨叹。官府讲的想办法解决。我们有把这样的讯息再提供给扶轮社这边，那扶轮社他们会再跟他们的建筑师再做一个讨论，再做考量。另外，毛民众烦恼，官府开几啊亿真无简单，才互鹿港溪脱离臭水沟仔的恶名。即马起便所，敢会阁变做原本的臭水沟仔？官府嘛强调，污水会有专门管线排去污水处理厂，绝对袂流入去河川，请民众放心。